看看。哦，哦，看苏轼研究会读经，读经大会考，读经大会，哎。海云上岸活动，哦，还有泡茶的嘞，哦，泡茶的，哈哈，哦，佛像，哦，佛像，观世音菩萨像，历代祖师像，哦，道祖名师像，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，还要参加，正殿参加，然后要祖师殿，还有前人殿参加。祖师殿也有前人殿参加。